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14个确定病例，其中有3例是境外，211例是本土病例，各有26个人死亡。另外，政府嘛宣布全国的3级警戒延长到6月18。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要求超商大卖场甲百货公司爱限制人数，而且嘛拍算要开放民众会使家己踮厝内家己快筛，要降低社区内底的乌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继续滚加，初七增加211例本土病例，男性106例，女性105例，其中新北市82例上济，第二是新北市60例，苗栗县45例，彰化县8例，新竹市、桃园市、平湖县甲基隆市各3例，宜兰县、嘉义县、屏东县甲新竹县各1例。看起来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案例是比较少。不过也不排除在礼拜天、礼拜六相关的一个筛检的数目是不是比较低，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另外，也增加26例死亡个案，男性20个，女性6个。特别注意是，其中3个采检是无症状，有2个确诊当日就死亡，有2个是确诊隔天死亡。专家表示，最近确诊了后，快速死亡病例增加，为发病到死亡无到3天就占18%，已经在做基因检测，各方面来探讨原因。尽量加速让病人可以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那在我们医院的量能慢慢变得比较宽裕的时候，那就让病人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那比较多密集的监测，那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因应3级警戒延长到6月18，经济部也针对超市、超商、百货甲卖场加强3大管制措施，加强管制人流，民众少去买较济，卖场以一人一名为原则。人流上过大的时阵，采一进一出的方式，出入口爱派出人员落实顾客实联制，防体温、确实挂喙암，佮提供顾客酒精消毒。商场也爱定时定期来消毒。尤其对于公共厕所、手扶梯、电梯、楼面客席，还有育婴室等等的消费者会接触到的地方，更要定时的清洁消毒，而且要提高频率。但市长强调，3级警戒佮延长，目前有一定的效果。这时阵若佮加重社区管制，付出代价相对提悬，也可能出现防疫疲劳。所以现阶段就是维持现况，争取一条时间，也鼓励厂商进口，互民众用伫厝内底作为快筛试剂，赶紧将确诊者找出来，将乌数降到一个程度，传播链就会断去。记者综合报道。3级警戒搁要延长，全国停课日头停到休热。教育部嘛宣布讲，全国的学校，包括幼稚园，一直到7月初2这个学期结束，拢改伫线顶教学。另外，今年的大学指定考试嘛要延到7月底，伫7月28、29、30考试。疫情停课原本充满青春活力校园加安静，安尼情形因应新冠疫情，全国3级警戒延长，会延续到休热。我们就继续停止到校上课，以居家停课不停学的方式延长到7月2号，也就是高中以下这个时间的休业式。全国学校为5月19开始停课，改用线顶教学。即马疫情无缓和，教育部考虑全台已经有430个学生染疫，宣布维持到休热。听到消息了后，有学生为厝内底赶去学校，摕无摕走的册。有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没有数学课本，想说居然要放到那么久，然后就赶快回来拿书。家长团体认为，时程课程原本只是过渡期的不得已做法，即马爱延长，都要检视教学品质。很多老师他可能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要做远距教学，所以他其实对远距教学这件事情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可是如果蛮长的时间下去的话，那因为我们考试制度其实没有改变。那我们的加深加广要怎么办？另外，考生关心的大学指考也确定为7月初3到初5，延期到7月28到7月30这3天办理。每间市场的人数调降到20人，这样学测国中会考一间大概是42人，那么以降办的人数来增加每个考生的这个距离达到
1.5公尺以上。这一摆只考41321人报考，搁创新低。不过，伫疫情的非常时期，议员爱重视考场群聚风险，事务相关人员会先做疫苗，什么时阵开始做？指挥中心表示会赶紧。不过，这也是只考上路20年来第一摆延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严重，进前总统蔡英文捌讲，咱国产的预防车伫7月份会使提供1000万吨。验过中研院院士陈培铁对外表示，7月份8面是做袂出来，因为陈培铁是国内 COVID-19 预防车审查委员，伊发言嘛引起争议。即马是传出讲，伊已经辞掉专家委员的职务。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会表达他基于学术上的有一些他的想法。陈院士他是有表达他的词意，那不过我们还在未留之中，大家都是希望他能够留在委员会。陈培铁伊家己是对外讲，伊5月底就已经请辞啊，而且佫批评国产预防车的审查上大压力就是总统蔡英文。针对这项争议，预防车审查委员专家会议的召集人郑英文是表示讲，陈培铁根据家己的专业发表意见，开会的时意见不同是正正常的代志。那总统府的发言人是对外表示，因尊重陈培铁的发言，嘛讲科学家应该是用数字来讲话，针对伊的讲法并无了解。嘛感觉遗憾。另外，要提起乡亲，咱国内是出现头一个新型猪流感的案例，这是一个伫厝内因饲猪带中部5岁的查某囡仔去会着，也毋过这个妹妹接触者，还佫因厝内饲的猪仔拢无验出病毒，所以伊的感染源是伫倒位，即马也佫在调查。疾管署伫咧4月接到病院的通报，讲一位住伫咧中部厝内伫咧饲猪的5岁查某囡仔，今年3月流鼻水、嗽，佮发烧，去看医生，甲伊做基因检测，发现是 H1N2V 流感病毒，也就是猪流感，是国内第一例人类感染猪流感的个案。他因为患了这个流感的轻症，那从他呼吸道检体，因为没有办法分出次分型的这个 A 型流感病毒，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做基因定序才知道它是属于 H1N2V 的这个流感病毒。这个个案它是在今年的3月12号出现流鼻水跟咳嗽的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连祥讲，查某囡仔密切接触者有6位，其中3个人有感冒的症状，不过在经过检验拢无发现 H1N2V 流感病毒感染，而且查某囡仔厝内的饲猪场的猪也拢无验出相关病毒，所以认为是散发事件，甲国际上过去案例同款，无证据显示人传人。从他家里经营的这个养猪场的猪只采检检体也没有验出 H1N2V 流感病毒。所以我们在后来是有在调查他的密切接触者6人，其中3人有类流感症状，那经检验都没有发现 H1N2V 的流感病毒。H1N2V 病毒那是用去流感的药啊，效果真好。即马这个查某囡仔人已经好势啊，也无发生传染的情形，验过感染源也唔知。疾管署讲会继续加强人类、动物甲环境的监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件国际上重大意外，这是巴基斯坦初7发生火车烧农，目前搜救的工作也在进行，已经知影上无有51个人过身。防救起来乘客是表示讲，捌看到维修人员伫火车出发进前，也搁咧修理火车。吊车甲弄甲规个拢密密麻麻变形的车厢吊起来，另外还有工作人员用破坏工具要甲车拆开。伫咧抢救的时阵，还有人听到车厢内有人伫咧喊救人。不过，车弄甲这么严重，规拢冒气，实在无法度确定声音对倒来，要找人也真困难。Hopefully till midnight, inshallah, I would be able to move trains on both up and down directions. Almost 50% of the work on track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completed. 初7伫咧巴基斯坦南部圣德县各境地区有2列火车烧农，一开始是一列火车唔知为什么摆尾。第2列火车闪袂赴该弄落去，2列车总共有1100位乘客，有一寡乘客是要去参加一场婚礼。有一位乘客讲，伫咧火车出发前，伊有看到工作人员伫咧检修其中一节车厢，不过工作人员甲伊保证讲车无问题。
尾下排尾就是这只车厢。 पंजाब से जाने वाली ट्रेन पे जो है ना वो ये सारी बोगियां कल्टी हो गई। जब कल्टी हो गई तो उधर से ये सर सैयद आ रही थी वो फिर巴基斯坦铁路公司讲，出代志迄段铁轨路已经真旧爱换，抑过无讲甲真详细。伫咧巴基斯坦电力发生火车的事故，政府拢无重视保养。 铁路的信号系统也个真旧的铁轨路拢无啥伫咧换。2019年10月，一个自克拉兹要去瓦拉平地的火车导火，造成75人死亡。1990年有一个超载火车甲货运车相撞，超过300人死亡，700人受伤，是巴基斯坦史上重大火车意外之一。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往北边线，各地拢较翕热，过到了后有西北风。咱来看温度。今日头偏东南风，咱台湾附近的水气也是较高，水气共款无啥稳定，天气共款无啥稳定。伫拜四进前，恒春半岛东半部不时会有短暂，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到了后，各地山区中南部有机会会落大雨，也是落青光雨。 嘛爱细日但雷公甲强阵风，今日各地拢会出日头，高温大约是伫30度至33度，温度是比昨昏也阁较悬，嘛较拗有热。顶一来黄霜雨，互咱各地水库入水大约是2亿吨，这是全台湾用2礼拜水量，所以水利署伫昨昏已经解除考换，各地全国的水情电号嘛已经恢复正常。 拜一，黄霜雨方面，由原伫台湾顶面，毋过结果已经减少，落雨转雨。毋过过到了后，部分地区犹原有强降雨。气象局提醒，这一礼拜也是有午后热对流发展，要注意短时强降雨。中午以后，各地会有午后雷阵雨。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星期五以后呢？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和花东地区可能整天断续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几率。这一波黄霜雨方面，伫拜六为中南部以南带来微少的雨量，全台各水库入水大约2.1亿吨。像莲屿潭水库抽水率回升到21.1%，南部站门水库12.9%，乌山湖水库超过6成，拢总入水5570万吨。另外，提供苗栗用水的永和山水库、支援新竹用水的石门水库、宝山第二水库抽水率拢有明显的提升。水情电号部分，水利署表示，中华分林转为水情提升青灯，南投高雄恢复水情正常，其他地区维持不变。未来一场类似这样子规模的这个雨量，在我们水库的集水区，针对于水情就会有大大的缓解，让我们全国的水情可以恢复正常。气象专家分析，黄霜雨季将进入尾声，后礼拜起将正式进入热天的天气形态。到了下个礼拜要注意的就是说，看这个西南季风有没有西伸到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高压会不会增强？因为如果这两个呢有一些交互作用的话，就有可能有一些热带扰动，就有可能会发展起来。专家分析，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将渐渐回温，日时乃热，过道有局部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扰动发展将会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高端的国产预防车第2期的试验解盲的结果，上紧伫6月70会出来。传出中间年的因素，但批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讲蔡总统已经讲7月底就会当做国产预防车。那安尼，小数敢有法度挡总统府来压力？总统府是回应讲，因尊重陈议员的发言，对伊的讲法并无了解，嘛感觉真遗憾。来看自由时报。国内目前有15万吨莫德纳预防车，阁有日本送予咱124万吨 AZ 预防车。莫德纳预防车伫昨昏已经检验好势，按算伫明仔载会使互第一线医护人员注射。另外，国内主工会的预防车顺序敢要做调整，今仔日专家嘛开会讨论，未来预防车并无要开放自费啊。若进前家己开钱自费做预防车4万外的民众唔免烦恼。第2档已经有保留啊，一定自有。来看《中国时报》，已经影响5日节送礼饲草，亲像是桃园后园区，目前是水蜜桃大出，也毋过送礼礼盒仔销路真歹，订单是减5成。社会福利团体的礼盒仔嘛无人买，目前业绩敢若剩3成。继
继续关心苗栗嘅科技公司发生群聚感染，昨昏又个新增加45例，其中京元电子就占44例。目前这间公司已经有238个员工确诊，高风险的移工已经安排隔离。即摆就惊讲有人是阳性，也阁还未抓出来，所以公司嘛打算要安排第2届的采检。礼拜透早去京元电子的大路排长长的机车队，这拢全部是准备去上班的员工。暗过门口警卫爱扫描员工证件才能放行。京元电子部分移工宿舍群聚事件，经过停工48小时，全场大清消了后，7日暗时已经复工。暗过除了外籍移工全面停止上班，本国籍员工也分流上班。所以我们分3组，就2天2天2天，就是1天2组上班。苗栗观测区增加确诊个案有45例，其中京元电子增加44例，超丰电子增加1例。竹南这3间科技厂总共确诊人数，京元已经238人，超丰15人，地方是有12人。超丰电子的快筛作业依然在进行，加6月测试已经快筛2997人，阳性有41人，阳性率有1.3%。京元虽然已经完成所有员工快筛，不过算入去也可以做第2摆体检。公司呢，在做这个快筛的时候，其实快筛的伪阴性呢，大概有25%，所以公司呢也考虑到呢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所以它的快筛的筛检站呢会常设，而且预定在6月10号、11号呢会再一次的2次筛检。针对京元电子停工的移工，劳动部启动关怀机制，已经接获所有停工移工的电话，适时和因协助。那我们除了进驻了通译的人员来协助这个与移工的沟通，同时我们也播放广播，并且准备防疫包，提供这个移工能够有情绪及心理的支持。另外，京元电子无确诊的移工，其中有800多人是属于高风险，已经刷去集中检疫所隔离，低风险移工就地隔离。希望透过相关的防疫措施，能阻断移工的传播链，和确诊人数能慢慢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未控制好势。全世界确定病例即马是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7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14例，目前咱台湾是11491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28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3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7万例。要控制疫情，预防射是治本的方法。以色列因为早着大规模做预防射，因全国有60%人口拢已经做好2档啊，所以因对4月份开始就规定讲出门会使唔免挂喙罨。即马因阁进一步宣布讲，对后礼拜开始，伫学校甲一寡室内场所嘛会使唔免挂喙罨。唔免挂喙罨，大家开讲人囡仔染掉的。这种情形无偌久，伫咧室内会当看到。以色列伫咧4月取消户外喙罨令了，礼拜搁再进一步放令，15开始除了学校要搁爱挂，其他的室内唔免搁挂喙罨，民众的生活袂搁再受到限制。נוכל ללכת למגרשי כדורגל, לראות משחק כדורסל, וכמובן לפתוח את המדינה מחדש, להחזיר אותה למה שהיא הייתה, לחיים הנורמליים שאנחנו חפצים בזה. 以色列会当解禁，是因为确诊数大幅度下降。卫生部门伫咧礼拜讲，5个月前，以色列伫咧疫情高峰的时阵，每天新增加的确诊超过10000例，总共病例数84,600多人死亡。不过伫大规模做防射了，找5只敢若增加4例，而且拢是境外移入。总理纳坦雅胡讲，对抗疫情胜利主要是做有防射。以色列伫咧要到1年前就出关价向美国药厂买疫苗，无其他国家买无疫苗的问题。纳坦雅胡也讲，所落来会积极甲疫苗生产国家合作，推动伫咧以色列设厂。卫生部门也会得到美国自礼拜开始开放12到15岁青少年组。
No concerns at all. We're pretty sure that this vaccine is working, and we're happy that the kids are finally able to get it these days. No, I'm not afraid. I think it's 100% safe. 伫即马以色列全国有550万人做过有风险，差不多是人口的60%。特拉维夫当局讲，若是发病率阁继续降落，囡仔做有风险的进度也顺势，了可能会讨论取消学校爱挂嘴掩的禁令。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其他消息来看，英国的 Harry 王子甲伊的牵手 Meghan 已经宣布因的第二胎出世啊，是伫6月初4时出世，是一个查某婴啊，要号名叫做莉莉贝戴安娜，这是结合英国女王抑个戴安娜王妃的名，要向2个时代致敬。伫随时早起11点40分，英国的哈利王子的牵手梅根伫加州的圣塔芭芭拉这间病院顺利生一个查某囡仔。即马母仔囝2个人拢真平安，已经登记赴婚的蒙特西托厝内休困。在地美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替因欢喜。I think it's amazing that we have another royal in the area, and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place. The quality of life here is amazing, and I think they've made a right decision by coming to Montecito. I grew up here. It's probably the best place to raise a child, in my opinion. Awesome, exciting. I hope to see them around sometime. 为着要向英国女王甲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致敬，哈利王子甲因查某囝号名叫做莉莉白莉莉戴安娜蒙巴顿温莎，其中莉莉白是女王伊丽莎白2世家族的人改叫的名。北京汉宫知影消息了，遂发表声明讲，女王甲王室的家族拢真欢喜。无偌久，包括女王查尔斯王储翁某、威廉王子翁某，抑个英国首相强生拢发推文表示恭喜。伫咧继承王位的顺序，莉莉是排第8。英国所有的报纸拢伫咧讨论哈利替查某囝号名的代志，又讲哈利想要改善甲王室的关系。哈利甲梅根自从淡出王室了，连续对外公开控诉王室，逼家己出来见孝代，敢若是向家己的家族斗炸弹，也加深彼此的心结。进前哈利回国参加阿公菲利普亲王的告别式。甲老爸一个大兄的活动真少，分析认为，莉莉出事了，可能会当小可化解彼此之间的外交。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阁发现有中人卖假的预防针，呼吁各国若是要买预防针，爱直接找厂商较妥当。来关心美国食品业管理局昨昏批准治疗阿兹海默症成药啊上市，这嘛是20档来头一种针对治疗失智症所研发的新药啊。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打算要恢复甲咱台湾的贸易协定，而且真紧就要进入对话。也毋过外国媒体即嘛是曝光，安尼做可能会互中国真火大。镜头转过来关心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是宣布一项好消息。伊讲，伊招企业关组合式的负压隔离舱，今仔日头一批有10座，就要送到咱台湾。这是林佳龙伫面册，伊表示讲6月初3的时，伊有无主结束啊，伊就希望讲，希望当伫1礼拜内。或者物件送到位，送到第一线来保护咱的医护人员。即马头一批有10座，伫今仔日就会送到桃园机场，但是安装好势了后，就会送去10间病院。林佳龙嘛讲，这一批资本日本就拢已经登去啊。结果是听到讲咱台湾要爱，咱台湾要治，所以就先让互咱台湾。林佳龙嘛表示感谢。来关心立法院伫今仔日要开临时会处理纾困4点控的特别预算案，有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备询，希望上紧6月18会当完成3读。国内疫情严重，立法院民进党团提案开临时会处理行政院进行通过纾困4.0特别预算定案，初7早起邀集朝野协商，希望上班伫18完成3读。朝野同意加开临时会，不过临时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立委甲助理引起群组感染疑虑，是毋是会伫立法院设快台站？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看各党团意见，也建议临时会期间应用时薪。各党立委也无共款的意见。像这样当然是院长可以决定，但是我是觉得说还是要由4大党团大家来共同商量决定。原因是立法院
的空间不是很大。第二点，台大就已经有快筛站。全朝野达成共识，加开临时会。不过，针对朝野协商第4点，纾困4.0特别预算案不受协议协商领导期的限制，国民党团是反对。民进党团烦恼18进前未完成纾困4.0特别预算案3读，也有变数。呼吁也期盼国民党能够尽快的来加快预算的审查，在过程当中也不要太多的杯葛，让这个预算能够顺利的通过，让钱能够尽快到人民的手上。临时会会在初八开第1摆宴会，佮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甲相关部会首长到地法院就预算案来质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增加211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1028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3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上济有4908例，台北市有3596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桃园有485例，苗栗有307例，彰化有222例，伫基隆是186例，台中有169例。另外，昨昏有增加26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加强11491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镜头来新北市昨昏新增加82个本土病例，虽讲已经有减少不过市长侯友宜提醒讲，千万袂使放任。另外，顶礼拜土城某一间长照中心嘛发现群聚感染，有6个人体检自本是阴性的，不过伫昨昏又搁转阳。新北市初七新增加82例本土病例，比前一天的160例减将近一半。市长侯友宜提醒，袂当干来看数字减少就放松，一定要做上歹的拍算，也呼吁伫高风险区的市民，无论是毋是有镜头，拢会当前往体检。今天我们看到82，我们要继续更努力，继续更认真，不然的话，我们的波段可能再压不住的话，可能还会再起来。顶礼拜土城某一个长照机构爆发群聚感染，有25个住民加8个工作人员确诊，13个 PCR 阴性的住民，互人安置伫板桥某一个病院。初七早起，卫生局证实有6个检测结果阴转阳，已经安排转往其他病院治疗。土城长照机构拢总有39个人确诊，1个死亡。所以他们以这个 PCR 阴性，但是是接触者的一个模式去做1人1室分仓分流。当这些长者有出现症状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呢，那医院呢比较小心，就会给他们做这个再一次的裁剪，所以这个并不是前面的这个误判的问题。因为苗栗发现渔港大规模群聚感染，进前中和印刷厂也出现渔港群聚感染。新北市拢总有97000个渔港，是全国第3济，雇用50个以上的渔港的企业拢总有80间。未来3天内会完成访视。侯友宜透早原来亲身去视察渔港的宿舍，希望企业一旦增加快筛预防机制，也甲鼓励渔港卖出外奖励。是呼吁雇主可以以鼓励代替限制的一个方式让有发放一些奖励金，鼓励我们移工在放假日的时候不要外出所以这个部分主要还是由企业这边来做一个指引。新北市逐天确诊的人数也是排全国第1，其中蘆洲区总确诊人数有211个人，这3天有明显升悬的趋势。为了找出稳重无镜头的确诊者，侯友宜强调，初八要伫蘆洲甲新庄设置2个快筛站，初九我们要伫淡水甲汐止设立快筛站，佮透过大量的体检，将稳重的确诊者甲找出来，也呼吁中央会当互疫情严重的新北加淡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60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铁是认为讲，社区内一定有感染源，所以一定袂使放任，若无会阁压起来。另外，目前咱国内有2款预防车头组，有医护人员就讲因想要检，郭文铁嘛坦白讲，伤侪品牌通检嘛是一个问题。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台北市的确诊案例呈现缓和，初七的新增案例已经下降到60例。不过，市长郭文地认为，确诊案例为艋舺向外拓开，平均刷开伫12个行政区，更加指出，伫全台北市拢有稳重性感染源，只要一放零，疫情将搁回复。也搁以我近的泰国为例，泰国的发展的趋势跟台湾简直就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在移工的宿舍，你知道吗？有发生那种大的群聚的
大规模感染哦。那市场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感染途径。我看哦，在泰国发生的哦，台湾还没发生的，还剩下一个监狱。抑阁有日本东京也是，国民党强调目前防治疫情的策略也是无改变，以上加行政成本维持3级管制，经过全民主疫苗，影响未来可能大规模的主疫苗。北市卫生局初步选定4个场地，伫圆山的惠普经验馆、和平篮球馆、台北体育馆甲小巨蛋。不过国民党也是希望，若讲病院诊所等地无法度消化，才会用到大型的场馆。不过这也要看中央配发疫苗的速度。现阶段除了 AD， 抑阁有头一批15万的莫德纳疫苗，将配送到各地方。传出有医护想要经疫苗组，和国民党讲品牌伤济也是大问题。你到底要不要给他选疫苗的机会？还是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的。所以这样呢，我们照册的打，反正就照册嘛，要打的就一批批上来，所以这打完没有问题。我倒觉得在医院那些疫苗要打就打，不打干脆缴回来算了，给那些要打的人打。鼓励全民主疫苗，中央甲台北市拢讲要提供免费组，中央更加指出变了40亿的预算，和国民党搁呛中央预算变来变去，也毋过哄抢的。那是执政党也搁发出要全民普发1万的国民党。这一听就知道不太合理嘛，所以算了，我不太想批评国民党，你知道，就是说有这种在野党，难怪执政党这么嚣张啊，对不对？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昨昏是新增加8例，其中有5例是甲拍麻雀白卡传播链有关系。虽讲政府一直咧呼吁讲唔好捐资、唔好拍牌，严格警方也是逐工拢会使掠着有人先讲袂听，无守规矩咧跋叫。中华确诊传播链当中，最近上受注意的就是麻雀卡传播链，差不多逐工拢有新的确诊个案。不过警方也差不多逐工拢有掠到群资拍牌，车人一工就掠到4件，拢总101个人违反着防疫规定。中华初7新增加8例确诊个案当中，有5例甲麻雀传播链有关。好，那新增加的3位呢，一个是夫妻档的牌咖，另外呢是一个牌友，那他也传染给2个家庭的成员。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新的牌咖的聚会所，它又是在另外一个乡镇。彰化县政府逐工呼吁，也是有民众无愿意遵守规定。不过彰化原来有疫情好消息，水果盘商上北未报道染疫，造成家族12个人确诊。最近家族因已经慢慢治好出院了，不过说好生活人敲电话来厝的骂，因也希望讲民众会当理智，加淡薄包容甲体谅。不是在找战犯啊，我们不是战犯因为病毒不是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没有人愿意发生因为谁知道从被传染到发病，这就是新冠，因为这个感冒的症状，谁知道这是新冠病毒？水果商的家属是讲，敌人应该是病毒，唔是确诊者，希望大家爱小节咧。因若中部包括着台中、南投、云林，拢无新的确诊者，其中台中累计164个本土个案，已经有53个治好出院，不过也是有8个是重症。有6个是目前住在加护病房，有2位是插管。除此之外呢，这8个里面呢，大于65岁的是有5位，小于50岁的有2位。台中上少年的重症患者，敢若35岁，也搁伫咧插管治疗。詹志典强调，经过台中市政府的统计，目前台中市所有确诊者个案当中，也搁有17个感染源不明，卫生局会持续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家己甲屏东昨昏拢增加1例。另外，针对移工体检的部分，高雄市政府即马是安装要第3个科技园区设快筛站。工作人员来早餐店门口进行消毒。家己大拿泡茶捐资专案，初一个加一个小维个案，是初一公布的早餐店母仔家属，隔离期间身体无拄好就医了后确诊。隔离的第7天，他开始出现喉咙痛，那有跟我们做反应，那所以我们就安排防疫计程车，送到所谓的医院，去做相关的采检。另外，屏东原来新增加1例是进前台东旅游团专案确诊的太太，伫隔离结束前采检确诊。从5月24号原要隔离到6月6号，那在隔离结束前，我们在6月5号给他做采检，
那裁剪以后也确诊。国内电子大厂连续传出群组感染，也互真济科技产业甲科研会高雄批评正案，提出包括着某间公司的移工袂使揽做伙大只的企业风险管控规定，并决定伫路德南仔坑甲前镇三个园区设快筛站，一定初稿开始7天内要扩大采检10380人。针对所有的外籍劳工，依照不同的风险等级来做扩大的筛检。那希望这3个园区能够在3天之内设置完成筛检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所有移工的筛检。营业50日年假要到啊，台南甲嘉义拢提出奖金也是换肉粽的方式，鼓励民众退票。高雄市要求回乡的人爱自主健康管理。返乡回到高雄，但是你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那尤其在家里面，这个绝对要戴上口罩。另外，高雄原来加强高铁代替客运站的实联制执行，除了开始掌握到上落车的旅客，也让旅客扫完简讯实联制了后，用简讯通知高雄的防疫规定，提醒回乡的人爱遵守规定，莫变做防疫的老旁。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即马咱全国防疫3级警戒是延长到6月18，学校嘛直接停课，停到休热。双北针对休热期间的辅导也搁下令营，目前是拢无开放。另外，安亲班、补习班嘛爱配合停课，停到7月初2。到时再来看讲，敢有法度解除3级警戒。因应全国3级管制延长，双北市政府也确定7月初5结业式了后，高中以下学校暑期辅导也是下令营，7月拢先停办，7月中再来看3级管制是不是结束，来决定8月是不是会当办。暑假的活动原则上我们会先这个取消就是说各校都取消。当然，这个疫情的发展我们会随时再来因应。如果它整个疫情能够降为2级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分流和符合防疫规范的一个原则下，慢慢的来让活动或是让相关的一个课程能够恢复。若是安亲班甲补习班，目前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实体课程爱停课到7月初2。若是解除3级警戒，才会当恢复，无只敢会当维持线顶上课。虽然讲是防疫考量，也毋过面对停课严加休热，所来可能无所在会当受托，不少家长也是毋知要安怎。我们现在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啊。那即使现在补习班有线上的课程，可是线上课程毕竟跟实体的教学课程是不一样的。工作上，现在是可以居家上班，可是不太确定老板是可以忍受这样子的状况到什么时候。不少家庭早伫几个月前就安排好囡仔的休热活动，即马全部爱停来。有家长是烦恼讲持续请防疫照顾假，毋但影响工作，还来影响收入。不过面对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这个疫情，嘛敢来当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的学校嘛拢取消毕业典礼，因个高雄也是有百多间学校规模求水改用线顶举行，有学校就利用古水的机器人代替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有学校是做影片，要互毕业生留一个笑脸。想过说会是用这种形式跟你们 say goodbye。毕业典礼会场坐伫椅仔的，毋是学生，是一个机械人。每一个机械人拢有名，伊的面会当看到囡仔的笑容。今年做工国小28个毕业生，就是踮伫厝内，透过机械人参加因的线顶毕业典礼。凯比机器人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有摄影机，那也可以有荧幕，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场的画面。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状况下，那学生就可以融入我们现场的环境。因为拄着疫情，做工国小才想到学校有7台古水的机械人，会当代替毕业生参加典礼。校长阁四界去甲别个学校参详，才借着拢总28台。同一天举办线顶毕业典礼，阁有左营国中。吴佳慧同学上台领奖。那看影片，学生徛好正惊礼，就亲像家己受奖。左营国中今年600外个毕业生，拢是伫线顶参加毕业典礼。因为防疫的问题，拢袂当大人全部集中，所以拢爱一个人过来录，录以后再拍字。即马来积做伙，搁配音乐，所以比真正的毕业典礼实在是搁加足麻烦安尼。左营国中的老师嘛，利用停课伫门口画即个3D 地景图，毋望疫情过去，毕业生会当转来学校拍卡翕相。
今年高雄市有123间学校改办线顶的毕业典礼，有6成的学校取消。阿联国小虽然取消典礼，不过老师甲学生做伙，甲165位毕业生的笑容，斗成一张大型的毕业相片，嘛是疫情中难忘的回忆。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以前管家就爱接洗手，若是无法度洗手，就爱除酒精。所以最近的酒精是卖甲真抢市，也毋过说传出有人去买着假的。其实酒精的学名号做乙醇，有的人是去买着乙丙醇。专家是讲，乙丙醇嘛使摕来做酒精会来消毒，也毋过上好毋通去喷着空喙。市面上的酒精，大部分的人可能未去注意成分。这几天面册顶悬有价人，发现家己买到的酒精，面顶写着清洁酒精，毋过成分毋是乙醇，真足甲看是乙丙醇，就是买到工业用的酒精，感觉互骗去。但是他们两个都是长期在当做消毒液在使用。对。那乙丙醇确实它的味道跟刺激性会比乙醇再强一点点，但是它也是一样是安全的。那目前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啊，都有发布公文说，如果当乙醇缺货的话，是可以使用乙丙醇当做替代的。药师表示，市面上的清洁酒精顶悬大纸若成分写 ethanol 是乙醇，若是写着 isopropyl alcohol 是乙丙醇。原则上，两种拢是即卖工业酒精，因为制作的过程无经过杀菌，通常用伫环境的消毒，要用伫喷手其实嘛无问题，只是袂当掺医疗用的酒精乙醇同款，用伫医疗器材，还是直接用伫皮肤空喙来消毒。药用酒精是医疗在使用的，它是有医药字号的，但是目前大部分都送往医院了，所以市面上会比较难找到。那这个酒精药用的是可以直接喷在肌肤上的。经济部中部办公室嘛表示，目前酒精核准的成分有乙丙醇、乙醇掺丙醇，照商标法，若商品成分写乙丙醇，标识就无应该写75%的酒精，可能会互人误会。另外，标识除了英文，嘛应该爱有中文字。这部分会阁甲辅导相关业者，嘛呼吁民众买进前就要看详细。记者陈雅文调随台报道。今年5日节有3天的连续假期，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政府已经呼吁民众毋通刷叮当。今年暂时无回回去故乡，为着要感谢民众配合，假期观光会是发起送下港站交领导的活动，希望互未当回去的乡亲，卖当食着故乡的滋味。后礼拜就是5月节，受疫情影响，高铁车站无过去的人潮。台湾高铁表示，5月节所运期间的订票人数已经为全国5.6万人降到4万外人。家己馆长嘛感谢大家牺牲，减少5月节传播疫情的可能。那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咱家己的乡亲时代，那会使敲电话给你的亲戚甲好朋友，这个5日节拜托伊卖得来哈，因为嘉义县有几个案例啊，拢是为北部倒来所传染的，所以咱嘉义县袂堪只有这种风险。为要鼓励伫疫情疫区无回来家己民众，家己县农会嘛准备南部站要来送予因。总干事表示，进前拢会包肉粽来送予家属入户。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把遮的肉粽转送予无法度回来家己乡亲。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退票证明给我，然后也告诉我，他们已经退票了。然后像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我都会给他们很正面的回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用鼓励的方式去取代指责。高铁强调，配合5月节疏运嘛有加强防疫措施。每一班车厝的座位原则，敢若安排2成以下，嘛会采用梅花座来分散民众，希望落实防疫，避免疫情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镜头来国外来关心，挪威因为肺炎大医院病人，即马已经减真济，降到真低啊。所以挪威医生是认为讲，因国内疫情已经收煞。啊，那伫意大利的威尼斯有一只游轮是载650个游客去佚佗，有人是认为讲总算会当恢复英国生活，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即马安尼死做也是无啥妥当。地中海中运公司 MSC 集团下卡营业级邮轮舰队的管辖号，
是一只有16层甲半悬、92409栋的巨型游轮，通常会当坐3000个人。不过，车高为威尼斯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南部希腊甲克罗埃西亚小岛的行程，因为考虑到防疫社交距离，只会当坐650个旅客。所有的人阁要提出4天内采检阴性的证明，而且伫现场阁一摆接受采检了后，才会当上船。关押号为主代卡运河出海的过程，边仔有2船人咧游行，一船是庆祝巨型游轮重新出航的支持者，另外一船是人数更较侪的环保团体。Da veneziana vedo passare questi mostri, quelli che io considero dei mostri, e mi sento piccola. Sento piccola io e sento piccola la città rispetto a questi giganti che passano. 这反对游轮的人，烦恼的是游轮对环境和文化遗产的影响，认为游轮引起的大浪会侵蚀威尼斯历史建筑的地基，伤害脆弱的内河生态系统。欧洲3波新冠疫情，伫咧北欧的挪威，人口密度较低，而且确诊数若开始压悬，政府甲卫生部门就赶紧采取行动控制疫情，互挪威成为感染率上低的国家之一。策略公共卫生研究所感染管制中心首席医师奥维兹兰德宣布，新冠患者的住院率降到去年热天以来上低数字。伊认为挪威新冠疫情已经结束。对这件代志，挪威健康理事会副会长纳克斯塔德有无同的看法。伊认为，伫8、9月所有的大人做第2档疫苗进前，防疫也袂当放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咱来看现场，这是全国的3级警戒延长到6月18。后续防疫措施有啥物款变化，也有政府注意方向有啥物款规划？以前指挥中心早起有开全国的防疫会议，即马正在开记者会，咱来听记者会详细的说明。在做设置哈。那第二个是在疫情监测上面，我们也对端午节连假，这也是这几天大家都很关心的哈。人流南北交流，那这一个部分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做了说明。6月11开始的南下，14的北上的大众运输系统的这个购票率等等，还有观光景点的观光饭店的住宿的状况，那指挥中心都有跟各部会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掌握人流的状况。我们会在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持续去监测，那也会去跟相关部会持续来保持这个了解，那会适时的再去做一些呼吁哈。然后在这边我先跟大家说明，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段时间对端午连假的呼吁，其实我们从高铁跟台铁的这个实际的数字来看，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不要移动就不要移动。那我们在端午连假，我们就为了保护家里的长辈，我们就待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孝心哈。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就留在原来住宿的地点。第二个是针对加强跟落实移工的防疫管理的部分，有鉴于这个北部地区的电子工厂所发生的这个群聚的案例，那指挥中心跟劳动部跟相关的部会那我们也这几天都陆续在做一些检讨。那除了对苗栗的事件，我们成立前进指挥所来做协助地方政府来加速对于疫情的掌握，那协助地方政府因应跟协助企业体来去做这个相关的因应措施哈。那所以我们劳动部大概昨天跟前天也都有分布公布的几项这个移工管理的措施，我们也在会中让县市政府充分的了解包括这个暂停移工转换到新雇主，那暂停雇主将这个调派到其他的厂区，这个人流减少人流移动的部分，那也甚至对于跟地方政府加强这个高风险比较移工比较多的这个宿舍的访查呢，截至到6月10号之前，他们要完成。那这些都在加速在进行当中。另外，对于移工为了要将宿舍降载，那劳动部已经在紧速订定这个相关补助的要点，
来协助地方政府跟企业体来达到一定的降载的一个状况哈。第三个部分是针对各县市对传统市场跟大卖场的人流管制，那县市政府也都有分别提出来报告，他们都已经开始来进行。那绝大部分的县市目前都已经开始采取了这个依照身份证字号、单号、双号等等的这些人流，那甚至对于这个卖场的面积数去计算这个人流的总量等等，都已经开始陆续都在进行哈。那剩下少数的县市尚未开始的，我们也请县市政府务必要来执行传统市场、大卖场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人流管制。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发现这个传统市场跟大卖场的人流也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地区哈，所以务必请各县市来加速完成人流的管制，那务必要落实。那我们特别跟他提到，这个是延长3级警戒的这个强化落实的一块很重要的部分，那请县市政府务必配合。第4个是针对疫苗配发到地方政府来进行施打。那我们特别提醒地方政府在做这个疫苗分配，因为所有的包括前面几批按照第1类、第2类、第3类的这也好，或是接下来陆续要开放的类别，其实都有名册。那我们在这一波41万剂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好，或是县市，那我们提醒所有的县市一定务必依照这个1、2、3类的类别来执行。那这1、2、3类的类别里面呢，尤其是第2类，涵盖有中央及地方的防疫人员。那指挥中心分配数量的时候，都是依照这个名册内的人数比例来分配到各县市。那像有一些保安警察的部分，保1、保4、保5分属在各县市。那这个他们都在执行集中检疫场所的执行工作。那像航警在执行这个边境的管制，那移民署也一样哈，不管。头拄听到的是疫情指挥中心早起记者会上新的说明，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较翕热，过到了后，山区中南部有机会会落大雨，也是天公雨。那今日各地拢会出日头，高温是到33度。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至30度。再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咱再会。